迄个百万网红叫艾丽莎莎进行质疑讲选举作票，虽然讲事后有回实的，验过呢过无几工就呢，回日记坐去韩国佚佗，有真个网友就伫甲骂，讲咧代志不甲遮大条，人做伊走。 趁完流量的钱都摕去佚佗，连这个网红视网膜嘛伫甲批评，嘛伫甲骂，讲韩国唔知讲敢会当甲整伊的脑，更加点名这个艾丽莎莎是安怎无要回信呢？啊，中山会是表示讲，已经将这个选务造谣的案件移送检警的司法机关去对办。 那个有点。摕手机啊，专程录影刷翕到票箱上底站有一片白色的纸芳，选务人员拍开找到真侪选票。网红艾丽莎莎分享讲是检票人员捐做影片自己做票，不过事实教育中心的查证结果出来，和真侪网友是骂甲无力，无人发现艾丽莎莎票投完3天就飞去韩国省。虽然我通常每个月都会来一次韩国，但是只要到冬天，我都会默默的消失，因为呢，我觉得冬天来韩国实在是会发生太多悲剧了。网友嘛找到艾丽莎莎进前影片，讲寒天绝对袂去韩国，这期即马走去，敢是伫咧闪风头？个人骂讲，这波流量真正是赚甲真拗苦，谣言团团的导人讲宣，就和网红视网膜嘛看袂做。 社群平台顶铺文，韩国会当进行，不过唔知影敢会当真头壳。同一天暗时啊，佮再抛出一篇文章，标注艾丽莎莎你是安怎无回失的？佢讲家己有啉调的无抛出去，希望无透过经纪人发声。我感觉支持什么人，支持什么党拢好，就是看袂惯势用做票这种讲法来煽动民众。 即马真侪人拢叫是网红，全部拢和艾丽莎莎的想法共款，不过其实阮都无认同伊的做法。他转发了那个影片之后又下架，然后说他从来没有分享过这种的内容。不过我在想，这种态度怎么那么不负责任？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对政治是完全无感的，但是这个是我第一次这么。 支持一个候选人，进前出现造势现场支持郭文哲，想要到选后就闹出争气。中选会嘛讲已经掌握相关事情，请高检署叫北检调查，要来找幕后的操盘者到底是啥。艾丽莎莎恐惊嘛必须回来台湾负责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